中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有组一个赛车工厂，对2015年开始研发，今年已经发表第7代咯。今麦也研发出全台湾头一只无人驾驶的电动赛车，按算8月时阵要去到澳洲比赛。 掀开布条，全台湾第一台无人驾驶的电动赛车，毋那外观看起来就真厉害。就连车身重量比顶一台减轻40公斤，有250公斤。来到外口实际测试，油门一打免3秒半的时间，速度会当来到100公里。上特别的是，这台车佫装有无人驾驶系统。 第一次将无人车系统引入到我们的电车里面，那这台车可以同时具有了操控，也可以无人模式。对，那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跟进了6台车减重的部分，然后做了轻量化的设计。透过车顶的系统来判断车辆头前位置，会当轻松闪避障碍物，而且经过改造，这台第7代的车辆已经对时代进步，升做电动车。当时系主任想说，既然就是世界趋势是从油车转到电车，那我们不妨也尝试一下，从自己来做看电动车。那就从那一年系主任的这句话，我们就开始跳脱到电动车的时代。这台电动赛车目前已经摕到澳洲方程式赛车的比赛门票，8月准备去德国参全世界比赛，希望为台湾争取到好成绩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